我哋第一集要来看到嘅就是我哋画面上嘅俩客家苗路学院，咩就是大家俩下所在嘅名站哦。客家苗路学院呢，是客委会为了推广我哋嘅客家文化，创造出来一个数位嘅学习嘅环境。呢边有各式各样嘅线上多媒体嘅语言文化嘅课程。我哋做得来看一下吼，呢只就是我哋苗路学院嘅第一页。我哋一共有分到几只无同样嘅地方，我哋看了第一只地方就是我哋嘅新嘅消息都会放到鸦片上，大家做得看了轮播嘅画面来看一下，譬如讲呢边有行业认证嘅消息啦，初级然后中高级嘅，韩国我哋还有乜嘅新嘅课程啊等等嘅所有嘅新嘅消息，就会伫咧一开始呢只地方。再讲我哋向下边看咯。好，呢位係我哋嘅當日一行語，意思就是講當日都會有無同樣嘅客家話，新嘅客家話來教，從咧上分我哋來傾一下吼。上分，阿妹當強上分，唔敢上家門。好，大家係想去學習無同樣嘅客家話嘅話，當日都係上呢張網站來看一下哦，吼，還有咧我哋咪來談一下。大年四年，啲公共場所地位講法，愛大年四年。好，你分享大家有限嘅時間咧，當日就做來看一下無同樣來學習新嘅客家話。好，我哋再個向下邊看。好，呢個部分係最新嘅客家苗路學院嘅課程都會放到鴉片上，像係有情境教學啊，全部都喺鴉片上，交朋友啊，課程呢度啊。全部新嘅課程都喺入邊看得到。好，再個向下邊看，好，呢邊看到嘅係老文化課程係有相關，就會放到鴉片上。再個下來看到嘅係準備行業認證嘅方式，也有初級嘅報名啊，中高級嘅報名啊，喺啲鴉片上就得看得到哦。好，再過來呢係。實體嘅課程，迄我查講，那邊有實體嘅課程開課嘅話，就到嗰邊傾，做得本迄，譬如講，迄啲新北市學員就傾新北市。唔想話係哪一年上課，譬如講我查係今年上課，就做得來啲那片查到唔想話上課嘅相關嘅資訊。好，再個最後邊呢，那片看到嘅就係有哪條相關嘅行業學習嘅網站，就做得到那邊看，譬如講認證考試嘅網站啊，還有客家委員會啊等等嘅相關嘅網站，都做得到那邊看得到。好，看聽我哋睇音樂嘅內容之後啊，我哋來看一下面檔那片上，那邊有當到無同樣嘅網頁。我哋來看一下，譬如講，第一隻係課程嘅部分，課程嘅部分呢，佢有分做嘅係語言嘅專題，行過來係文化嘅專題，我哋來傾一下，來看語言嘅部分。哦，呢下邊全部都係語言嘅課程哦，唔係做得本，呢邊係做得先，做得去分類。好，呢邊有當到無同樣嘅，譬如講客家嘅音樂啊，又係講國小嘅教材啊，還有看影片學客家話，我哋來看一下吼，呢看影片學客話，感覺伊神奇哦。哦，點落來之後，你就做得看到，呢就係看呢就客家話嘅影片，就會教我用嚟講客家話。我來看一下，無同樣嘅好誒，譬如講客家語言好誒。我哋來點一隻影片，大家向下來看一下吼。咧上家門嘅短片，好，我哋來看一下。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來收看今日嘅客家苗路學院，我係今日嘅主持人阿松古圖師祖。今日老大家小記嘅主題係上家門。上家門係乜嘅意思咧？就係方言講嘅打招呼、問候的意思。
相信大家对咧上家们咧个主题听出唔会上分，今日分做5段老太家听下来小嘅。好，这则短片呢，就是老太家讲了上家们那个客家话的意思。了명音的老太家小解一下好，了下啥个？譬如讲了为字幕的地方，你做得轻啲。迄有轻的话，伊就会有字幕伫下啥。了字幕呢，伊除了有方言之外，还有客家话的字幕哦。大家看到右片啥了片？譬如讲，像从了一段开始看的话，伊面当了为迄客家话的诗，下啥了为就係方言的诗。你喺讲像嘅从了片啥开始看的话，就点一下，吼，这样按这个 Kim 开始播放，你就会从 Kim 嘅嗰邊開始。你都看讀到，當叫冇看到有數4人嘅時間，我用白引了給上家們。韓國呢，兩位呢，韓做的去調整嘅播放嘅速度，你係想講，音聽講看唔清楚、看唔識嘅話，你咪做老幾點到係0.75，還有0.5嘅速度，你就得用動漫嘅速度來看呢隻影片、東方片呢。好，應該就轉到上面一頁。好，剛剛講到嘅係語言嘅轉期，佢咩有文化嘅轉期，一強樣係全部係學習嘅影片，只係有本語言類、老文化類嘅。好，今日就這個來看下一張名頁。下一張名頁係漢語嘅認證，佢有本到係詞彙嘅學習吧，還有初級認證考試嘅題目，還有中級、中5級嘅模擬嘅測驗，全部都喺片上。我哋來看一下詞彙嘅學習好誒。好，佢呢邊有本呢係史延強家講到嘅四海太平安就嗰呢邊嘅。史延強去6強，可能我學習哪一種強調嘅詞彙，都做嗰呢邊來看。我哋來看我最熟嘅史延強好誒。好，呢邊有本初級、中級、中5級、老5級，跟我哋來看一下中級。點落來之後，其實還會做分類，有各種無共用嘅，譬如講嘅一般嘅福卡生法啦，也係講老幾種嘅醫療有關嘅，全部都係點落來看，我哋看一下老一般生法有關係咧。哦，呢邊就做看到報復嘅，我哋來睇一下用白音。報復嘅。好，呢片大家看到嘅就係客家詩，按用嚟寫。呢片啥就係方言嘅詩，大家就做得嗰兩位啲方言詩按用嚟寫，客家詩按用嚟寫，韓國家嘅加有講到拼音嘅部分。好，呢位還有中5級、初級嘅考試嘅相關嘅內容。再過來看到嘅係客語傳習，呢片上呢就係有一些咧實體嘅課程啊，還有客語新傳師，呢就會自信嗰呢片上。再過來看到嘅係普通學習嘅片上，再看到有生發嘅漢語，還有鄉下講漢語，我哋來看一下。生發嘅漢語呢片就會看到嘅係平常接上嗰啲生發都會用到嘅客家話，譬如講呢句話。唔識走忙。唔識走忙，意思就係講，你早餐吃了沒？呢邊就做得學習到平常，係講生發都會用到客家話嘅話，有哪條句話做得來用。好，來看一下。好，還有鄉下講漢語。哦，呢片呢就會教大家講，呢有5隻強調嘅呢，譬如講呢隻金字，係就係戒指嘅意思，按用版來講。金字，金雞骨。哦，金雞骨呢係一種呢有學到一種新嘅講法，我以前係唔知金字，係做得講金雞骨啊。好。接下來看到客語小幫手呢邊，哦，呢邊有一隻動特別的名頁喎，呢隻很多課程推薦助理。呢隻意思就係講，唔見咩係想去學客家話，唔過唔知要從哪邊開始，你就做得到呢邊，我哋嘅名頁就會推薦從哪邊來開始學習。嗰時候我哋就得做一隻測驗，一隻測驗做完之後呢，呢名站就會去推薦你講，你就得從哪邊開始來做學習。好，呢邊還有乜嘅？有下載專區，還有家下有更多嘅要查詞彙嘅時間，還有你係有乜嘅問題想去聯絡呢隻名如學言嘅話，咪就得到呢片上來，全部都當成是按到嘅自信本大家來簽。好，
因我哋嘅客家用語學院就介紹到呢片沙哦。接下來我哋要來看到嘅係第二隻名站，就係來松客。來松客呢隻名站呢，我哋咪做啲從呢隻客家用語學院地度，我哋就做啲連過去哦。好，呢位來松客，我哋點落去之後，就會到呢隻名站嘅。呢隻名站呢，我哋就會看到佢有分兩隻部分，第一隻部分係1年生到2年生嘅學習嘅教材。第二隻部分係7年生到12年生嘅學習嘅教材，咩就係講佢係本係國小嘅啦，係有國中到高中嘅。咁我哋先來看一下國小嘅教材。好，點落來之後，看一下，哇，佢係有攞本到1年生、2年生、3年生到6年生。下曬入面呢係講我要先註冊會員嘅話，佢咪有本講。也嘅身份，你係先生啊，也係學生嘅來做啲註冊，咁我哋來看一下呢位地方嘅教材。好，我哋看一下2年生嘅學，看一下呢電子書。好，我哋來看一下呢做啲傾落去，就做啲談到呢幾方用版講。阿妹，我做來咧，我來整用原本色，好冇？除了做啲糖之外呢，呢邊還有一隻麥克風。呢麥克風點落去，佢就會兩樣上落去。你將做啲切架冰來糖一下，唔啱咩有留嗰種嘅呢面檔嘅名站啱咩有共用冇？呢邊除了課程之外呢，我咪做啲點有無共用嘅課程啊，還有無共用嘅空調，韓國你可以較簡單呢，也係一般長途嘅都做得咯。好，呢邊有動到教材做啲來看。我當講做啥啦？好，看睇了2年生嘅教材之後呢，我哋要看一下轉到上面2隻名站。我哋來看呢係7年生到12年生嘅教材了。哦，好，國中嘅呢邊有本到國中嘅，然後高中嘅教材，全部都有本，係有基礎嘅啊，還有進階啊，還有係講我自家學客家話嘅自學專區，咁我哋來看一下高中嘅好嘅，高中嘅基礎教材。哦，佢還有分無共用嘅學分，我哋來看一下學分1要學乜嘅東西。啊，呢邊有無共用嘅課程，哦，呢個課程可以來就比國小嘅難加一度呢。啊，佢來看一下了一路來。看一下呢地方嘅課程內容，冰了日唔會去哪位了？冰了日唔會去哪位了？好，除了加嘅地方之外呢，我哋來到下一頁之後，會看到嘅係佢有幾篇嘅嗰種嘅課文咧，來用來本大家談一下。讀則好天使。也係樂意田，獨獨嘅行，慢慢嘅了，羅木樹煙，意雲飄香，手工麵包由泰山杯瓦邊。好，大家就會看到咧，無色嘅字佢就會規矩化嘅，迄個有藍色嘅字嘅話，佢就會像一隻單字用嘅，教大家呢隻單字客家話用白樣，哇！真勁動厲害，我自家發現呢隻名站暗好用啊！好，今日就來看一下前面還有乜嘅做啲看。哦，呢共用佢會有本嘢強調哦，試驗強、開了強、太普強，全部都強。還有本南北試驗強，呢邊還有南試驗強，做啲來看，我哋來談一下有乜嘅無共用好嘅。冰了日唔會去哪位了？哎呦，你係老百姓強共用嘅吼，好啦，我哋來談嘅開了強好嘅，開了強一天就無共用嘅。冰了日，你不去哪位了？哦，冇錯咧，就係試驗強啦，開了強無共用嘅地方嘅，大家做啲係講像係學習無共用嘅強調嘅話，呢邊就得做選擇來學習無共用嘅強調。呢就係我哋國高中嘅教材嘅起源，嘅呢下我哋來上客嘅網站就介紹到呢邊咯。哇！
按度适用嘅用路字眼，大家一定要接接来掠到网站练习人嘅客家话哦。除了啲阅读、听力，还有口说方，我相信呢，只要继续嘅学习下去，就做得本人嘅客家话越来越好。小记嘅按度按站到嘅学习网站之后呢，接定下来我留大家分享嘅就係講啊，唔想我用客家嘅詩來寫文章，也係講啊，唔看到繁語嘅詩啊，想我變成客家詩嘅話，又係講唔想我啲呢隻詞彙客家話我用嘅念，寫潛動人做得悶嘅話，我用解釋呢？唔是咁，呢下就來本我老講，由呢條線上嘅詞典做得來查。